咁今日同咁多位朋友仔咧就嚟到呢個城中綠洲由新鴻基打造嘅柏耀豪啊！我哋整個項目佔地非常誇張，190萬尺，單位咧極多元化，由最細228尺嘅開放式單位啦，去到1873尺嘅4房特色單位，全部一應俱全啊！唔計樂園嘅花花草草啦，淨係會所面積咧都超過12萬尺，私人嘅高級餐廳啦，室內室外嘅游泳池、健身室、網球場、大量嘅宴會廳，跑到你氣咳嘅跑步徑，大型嘅兒童遊樂場、寵物嘅遊樂空間，誇張到連你 camping 嘅私人營地都有啊！而家嘅管理費只係3個幾，你話係咪嚇親老百姓咧？啥情況？雖然咧我哋就唔係地鐵站上蓋項目喎，但我哋新鴻基咧已經為咁多位準備好晒私人嘅 shuttle bus 啦，3-4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元朗西鐵站同埋呢個錦上路站噶啦，3個站咧就可以去到九龍區，半個鐘左右咧仲可以去埋尖沙咀同埋中環區添。而且我哋屋苑咧亦都有巴士、小巴嘅中轉站喎，我哋去翻呢個深圳灣口岸或者落馬洲或者其他地區咧都非常之快靚正啊！而且我哋屋苑咁大型嘅項目，點可以冇自己嘅商場㗎？除咗我哋嘅商場入邊已經擁有咗呢個超級市場啦、便利店、餐廳、幼稚園同埋其他日常生活必備嘅商店之外咧，我哋坐翻我哋嘅 shuttle bus 幾分鐘就可以去到佔地160萬尺、超過370間鋪頭嘅 YOHO 系列商場。住喺呢一度，你絕對會感受到鬧市之中意大利式嘅一個後花園感覺，能夠得到優質嘅生活，同時咧亦不失呢個交通嘅便利。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或者價錢表咧，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1，Kenny 會將資料極速送上啊！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睇我哋嘅柏耀豪究竟有幾隻 ，Let's go！機會來了，要睇一定係睇最極致嘅，一睇我哋會睇最大嘅1049尺嘅4房單位，淨係呢個露台你都感受到我哋嘅單位幾有氣派啦！由左至右一帶咧，連綿嘅山脈、雞公嶺啦、大霧山啦、沿線一帶嘅山景，每朝起身喺度吸啖氧氣、飲杯咖啡，人都精神晒啊！嚟到客飯廳部分啦，我哋先入門口開始説起先啊！門口位置發展商已經幫你標配咗飛利浦指紋拍卡，再加密碼門鎖噶啦，而且入到嚟咧，新鴻基新鴻基開則咧係冇任何走廊嘅位置，一個大客飯廳俾你用盡晒。我哋先睇呢個女神嘅小天地先，我哋女神嘅小天地咧，哇成條跑道咁喎！入到嚟之後咧，所有嘅電器品牌都係創翻到西門子嘅最頂級嘅抽油煙機咯、4爐頭咯、微波爐咯、焗爐咯、烤箱咯、雪櫃全部一應俱全，而且我哋喺度洗住碗，仲可以感受住呢個濃濃氧氣嘅氣息，非常地正啊！買得個4房好難冇工人房喎，起碼要請2個工人啦。由於我哋呢邊樓底都幾高嘅，做翻雙層嘅2個工人床咧都 OK 冇問題嘅，有埋自己嘅套廁，大家私隱度都大增啊！哇，嚟到我哋客飯廳嘅部分，感受到嘛，3.65米嘅闊度，喺呢邊 set 個 sofa 5人 sofa 完全冇問題，面前你唔擠翻個100寸嘅大頭石幕，完全對不起佢啊！而且由攝影師咧去到露台，至到我哋呢邊門口嘅部分咧有成8米咁闊嘅喎，整個大宅氣派全部出晒嚟啊！再加埋3.3米咁高嘅樓底入到嚟，呢啲咪就叫空間咁咯。我哋飯廳嘅部分要擠翻個12人嘅大圓桌，完全冇問題啊！相信有咩大時大節啊，你屋企開 party絕對係最佳嘅選擇，過嚟寢區望望先。短短